我哋講嘅養生咧，唔係養生，養生同養生係唔同嘅。西方人就重視身體嘅身係養生。呢個西方嘅醫學之父啊 Hippocrates 有句名言，佢話咧，最好嘅醫生係三樣嘢，一個係空氣，第二係陽光，第三係運動。咁啊，你睇下西方人咧對付點樣能夠將我哋嘅身體搞好咧？譬如好似北歐人，佢哋從滑雪運動就了解到咧，其實步行係對身體有益嘅，可以能夠令我哋血液循環得好啲，新陳代謝亦都有改善。又譬如舉個例，呢個南美人咧係中意食黑朱古力，認為黑朱古力可以抗抑鬱。又例如咧，好似西班牙人咧係重視午睡，認為午睡咧可以能夠咧係提高我哋嘅記憶力，同埋能夠增加我哋嘅創造力。嗱，呢啲都係西方人講嘅點樣養我哋嘅身體。嗱，中國人其實咧，除咗呢個養生之外咧，亦都講緊我哋點樣個精神上唔係心理上嘅養生。中國人亦都講點樣搞好身體㗎。佢哋有各種唔同嘅講法，譬如話我哋講食黑朱古力想食物叫食療，有嗰叫藥療，有嗰叫行為療。行為療就譬如話午睡啦。咁啊，仲有中國人講叫食療，食療就譬如話推拿按摩甚至沐浴，都係中國人講嗰個叫做食療。但係中國人除咗講生理上嘅養生，亦都講精神上嘅養生。呢種養生咧，就涉及到咧係哲學思想無論係儒家、佛家同埋呢個道家，甚至易經都涉及到一啲養生嘅智慧。儒家有個講法叫做仁者壽，亦都中庸有個提及大德必得其壽，即係話咧道德高尚嘅人咧，佢嘅壽命就會更加長，而係同呢個養生同養生聯繫起嚟。